大家好，歡迎收睇評首演，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策劃、藝評製作嘅藝評節目。今晚有我曲飛同埋樂豐。係咁，今日我哋大家同講嘅節目呢，就係鄧樹榮最新嘅作品，係為什麼你不是喬布斯嚇？冇錯，咁係啱啱演出嘅一個用形體訓練嘅做基礎，但係亦係一個實況劇或者一個現實劇場。係咁，而呢個劇場好特別嘅，其實大家觀眾亦都咧，我諗就即係對鄧樹榮嘅個名字就唔陌生㗎啦。大家都知道喺劇場裏面咧創作好多咧唔係咁即係主流嘅作品嘅，譬如話泰特斯啦、帝女花啦，仲有嘅係舞雷雨啦。係啦，咁今次咧佢咧嘅新嘅發表呢個作品咧，其實咧一直咧被即係話劇場界嘅朋友咧好即係重視，究竟去經過早前喺小劇場發表嘅熱血軀體之後咧，究竟點樣展現一個完整嘅作品呢？但係我就知道咧，今晚嘅即係同佢一齊評論嘅朋友咧，佢亦都咧上過鄧樹榮嘅堂嘅喎。佢亦都知道咧，佢嗰個表演嘅方法咧，其實對演員咧有一定嘅要求同埋難度嘅。不如我哋就先從演員嘅表現嗰度開始講起先啦，好唔好？樂豐。係啊，其實係應該話係跟阿達老師嘅，咁就係今晚演員之一嘅黃進達啦。咁其實佢一套咧就從法國嗰邊咧係學翻嚟嘅一套嘅形體劇場。但形體劇場咧就唔係一個文類，而係一種訓練嘅方式嚟嘅。咁佢最注意或者係最着重嘅重點咧，就係要將身體歸零，將我哋日常生活嘅情緒啦、語言啦、負擔啦、社會嘅意義啦、自我等等咧係去晒，然後翻去身體一個空無嘅狀態咧，再進入個演出。所以其實今晚嘅演員都係用呢一種嘅形態去做佢呢個嘅所謂我哋所講嘅你為什麼不是 Steve Jobs 呢個作品嘅。但係我覺得更加有趣嘅呢，就係呢，譬如話除咗嗰個演員本身個演繹技巧之外呢，我好着重究竟嗰個劇本嗰個內容究竟想講乜。基於鄧樹榮今次個創作基礎，好可能係想俾觀眾知道呢，將所有嘅複雜嘅東西呢簡單化。正如樂豐你正話講呢，即係譬如話有好多嘢要即係叫做清除啊、清洗啊、歸零嗰種感覺呢。咁變咗，如果一般觀眾呢，即係呢帶住自己嗰個觀劇經驗去睇呢個作品呢，好可能初時嘅頭30分鐘呢要有適應嘅，因為佢唔似一般嘅戲劇作品咁呢，好即係一坐低頭30分鐘就即刻有晒啲伏線啦、劇情啦，甚至角色之間嘅關係啊、character 啊咁，然後慢慢其實今次呢就慢慢俾你發現，慢慢我哋叫做煲出嚟啊，咁令到呢一般嘅觀眾呢就會覺得點解仲唔快啲嘅？點解個節奏咁慢嘅？其實呢，如果觀眾有種咁嘅心情呢，其實自己個心理質素同埋觀劇嗰個情緒呢係需要調教，而唔係本身嗰個作品出現咗一啲嘅計算上嘅錯誤咯，我會覺得。係啊，絕對同意啊！其實咧喺個觀眾席裏邊，我哋一路睇咧，都需要一種歸零嘅狀態咯。因為我哋睇得太多日常 TVB 嘅連續劇，12分鐘一個小高潮，然後咧4段之下係啦一個大高潮，咁就有啲激烈嘅場面啊、打鬥嘅畫面去刺激我哋嘅觀感。咁其實我哋真係要將個感官咧放到一個0度嘅狀態。咁我自己好欣賞一樣咧，就係頭先曲飛講嗰種嘅節奏咯。其實我相信咧，鄧樹榮專登係一個咁緩慢嘅節奏，因為佢舞台上嘅節奏就係我哋日常生活嘅節奏。真係坐咁耐或者講説話講完一句，唔係真係即刻，因為唔係話好戲劇性即刻答到你。咁個角色可能需要一種思考。咁其實佢有好多嘅空位咧，或者我哋延長嗰個嘅時間度咧，其實就係俾觀眾投入想像啦、情緒咧同埋思考個位嚟嘅。咁而呢一種經驗咧，係一般嘅話劇或者係戲劇咧係唔會夠膽咁樣做，因為實在挑戰性幾大。係，因為我亦都覺得咧，即刻諗翻起正話剛才有句對白講，其實我哋喺一個生命裡面唯一擁有嘅就係時間。咁其實咧，佢係回應翻佢想講嗰個題目，就係時間同我哋存在嘅關係係啲乜。咁而事實上咧，觀眾亦都唔好覺得驚，嚟到嘅時候好似唔知有啲咩嘢，即係好似好難睇咁。因為其實我發覺佢亦都咧有一啲通俗劇嘅一啲嘅巧妙喺度㗎。佢係將角色本身裡面嘅一啲遇到嘅問題咧，其實係好清楚咁樣講嘅。譬如話婚外情啦，譬如話係事業啦，譬如話係呢個婚姻啦、道德啦、愛情啦嚇，大家都好似好關心嘅一啲嘅議題啦，都係喺呢個戲裡面睇得到嘅。不過咧，我更加欣賞佢嗰個導演手法，因為咧當演員離開嗰個演區嘅時候咧，佢係直接咧係
離開，即係喺個台上咁落去觀眾席嗰度，由即係壽臣劇院嘅出入口嗰度出入。其實呢個安排呢，我會覺得呢，鄧樹榮身為導演，佢好刻意話俾觀眾聽，呢4個嘅角色其實活生生喺我哋生活裡面嘅一個存在緊嘅一個人嚟嘅，就唔係角色嚟嘅。而佢哋講緊嘅嘢呢，都係只不過係我哋平時都會接觸到嘅嘢，甚至我會覺得好多通識添，即係呢樣嘢係幾得意嘅。係啊，其實咧觀眾唔使擔心咧話投入唔到，雖然佢嗰個時間度咧係用咗我哋日常生活啦。咁當然啦，將日常生活嘅時間節奏啦擺咗上舞台啦，咁觀眾點樣去將自己擺放落去呢？一個幾高嘅考驗。但係裏邊嘅議題咧，其實係我哋日常生活嘅，譬如佢講到一啲環保啦、地產收購咗大廈啦、香港嘅創意產業啦。或者係電台嘅霸權嘅問題啦，我哋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各方面，真係去到最微細嘅，真係你買杯咖啡嘅問題。咁所以佢裏邊嗰個內容或者4個角色咧所擔演所代表嘅階層啦，咁包括有政府公務員啦，有一個補習女天后啦，呢個又係香港城市特有嘅產品嚟嘅。一個就係電子遊戲機嘅設計師啦。係啦，佢嘅嘢俾人抄咗，呢個嘢係香港成日會發生，或者喺我哋所謂創意工業裏邊咧成日會面對問題，咁所以裏邊嘅議題係好貼近香港。我只反而覺得咧係佢嗰個戲劇嘅節奏咧係日常生活嘅，而裏邊嗰個情節啊、對白啊、故事啊，或者係4個角色所產生嘅一啲衝突或者係一啲嘅打擊，我哋叫做係好日常生活。但係點解會覺得咁日常生活嘅嘢會有一種咁戲劇性嘅衝突呢？我覺得佢導演係捉得住香港而家近回歸之後一種好特質嘅香港嘅城市生活感覺。我哋日常生活係比咧電視劇更加戲劇性，好多嘢係冇諗到係都會發生嘅。譬如一個電視牌照點解咁難去發呢？或者係一句説話點解會喺個互聯網會被河蟹啦？又或者點解個人際關係會咁糾纏不清啦？咁同埋佢都好善用嗰個手提電話，都因為喬布斯本身係 iPhone 嘅代表人物啦。咁我哋日常生活原來咧都永遠喺個手提電話上邊嘅，同人聯繫啦，同人嗌交啦，同阿爸阿媽傾偈啦，或者係自己嘅工作上面所有嘅嘢。咁呢啲嘢觀眾嘅經驗咧係好容易介入到嘅，只不過我哋冇一個距離思考，原來我哋其實都係一種戲劇性嘅衝突當中。咁我反而咧更加個着眼點就睇其實呢個戲咧約莫2個鐘頭啦，但係後尾約莫15分鐘左右咧就鄧樹榮自己又粉墨登場啦，佢自己走出嚟做一個瑜伽老師。其實我覺得佢呢個角色呢個 role 咧係將成件事總結同埋令到觀眾同埋角色去歸零啊，叫做歸零嗰樣嘢。我特別欣賞呢個劇本最後尾嗰句對白由佢講出嚟嘅就係話，佢同佢師傅一路跑馬拉松，跑咗去市集入邊嘅時候，佢會發覺一個人都冇撞到，但係佢會發覺個市集可以好似唔存在。呢種市集嘅比喻俾我比喻為係我哋而家嘅社會啦，我哋嘅世界啦，其實所有嘢好可能都係當我哋歸零咗之後咧，所有嘢都係會慢慢咧叫做清除咗，然後你就會睇得到嗰種自己嗰種靈性喺邊度。咁即係當然啦，去唔去到即係話，當呢個功能令到觀眾睇完之後有一種叫做頓悟嘅感覺，好似即係有種歸零嘅感覺咧，我會覺得咧要互動嘅。因為當表演藝術工作者去拋咗呢個咁嘅題目出嚟嘅時候，你好多時都要睇觀眾嗰個悟性嘅。有陣時去當下悟唔到嘅話咧，好可能咧就話唔知點解後尾講完呢個對白就大家一齊跑咁樣喺個空間嗰度跑就好似完咗。但係其實以我所知，跑係有意思嘅，你可唔可以解釋下？其實咧喺我哋嗰個形體嘅 workshop 裏邊咧，每晚咧阿達老師都要嚟跑，就係咁樣跑嘅。係啦，仲係要越嚟越快速度啦，越嚟越多人啦，越嚟越窄啦。佢話要跑到嘅情況咧，你係明知有障礙，但係撞唔到人，識得閃，識得避，同埋識得用自己嘅身體去感覺空間嗰個存在。因為我哋冇可能改變個空間，或者改變要少啲人，好似逼地鐵咁。咁只能夠改變自己嘅身體狀況，去處理我哋面對嗰個空間。咁我覺得佢最後呢段跑咧，就係成個主旨啊！因為呢一個嘅作品呢，唔能夠提供所有問題嘅解決方法，絕對冇可能。我哋點樣面對婚外情啊、感情啊、宗教啊，或者係生死啊呢啲問題，冇可能有一個final answer 俾我哋。我哋只能夠話喺香港咁樣嘅環境，咁多政治噪音啦、社會問題啦、個人嘅壓迫啦，或者工作上邊嘅困難啦，我哋只能調整自
自己，調整自己嘅情緒啦、自己嘅身體啦、自己存在嘅狀態咯。我哋唔能夠改變個地球嘅結構，即係我哋所講嘅。咁我覺得佢最後呢一段呢，因為喺旁上訓練啦，我係特別感應得比較深一啲嘅。終於知道阿達老師每台一定跑得咁辛苦，就係為咗要處理自己同呢個世界嘅關係咯。係，呢個我都覺得係大題目嚟嘅。另外一樣嘢咧，其實如果咧大家咧係熟鄧樹榮嘅話咧，去咧即係學成歸來嘅時候咧，其實佢第一個嘅發表作品叫做《離地375米又如何》，俾我聯想起點解佢對高度嘅嘢咁有興趣嘅咧？今次呢個劇本去到後尾嘅時候，都係講緊佢要烹豬木朗馬峰啊嘛。其實佢有一個好似乎佢創作上嘅一種嘅情意結，就係話，當一個人去到某一個高度嘅時候，究竟嗰個感覺同埋嗰個境界會係點嘅咧？咁所以我會覺得都幾期待去繼續探討呢個題目嘅。咁樂豐，你仲有冇特別嘢可以補充？我諗大家聽咗我哋講咁精彩嘅狀況，或者好多好奇我哋講嘅嘢，令到佢哋好多問題呢，冇問題去直接入劇場去睇去體驗，因為呢個劇需要個人嘅體驗。我都好同意嘅，呢個作品係香港少有嘅，即係話一個創作嚟㗎。我都極力推薦，希望觀眾可以即係直接入劇場嗰度感受下。咁就今次節目時間夠啦，亦都差唔多啦。希望大家即係希望再有機會啦，下次同大家評首演啦。咁就再見。